是刚刚好。这句话听起来简单，却道尽了爱情最深的智慧。人们总以为爱情应该是轰轰烈烈的，应该是不可收拾的疯狂，应该是多么耀眼的烟火。可是烟火灿烂过后，只剩下一片黑暗。而真正恒久的爱，应该像潺潺流水，刚刚好的温度，刚刚好的距离，刚刚好的深情，让人不觉得窒息，也不觉得冷漠，让人可以自在的靠近，也可以从容的后退，既不会被遗忘，也不会成为负担。爱是想触碰，却又收回手。塞林格的这句话，是所有深情却克制的爱情写照。不是所有的爱都需要强烈的占有，真正深刻的爱，往往藏在那些细微的犹豫与克制之中。喜欢一个人，并不意味着要无时无刻都占据对方的时间。爱一个人，也不该是让对方时刻为你感到压力。爱是尊重，是懂得在对方需要空间时收回手，也是在对方需要陪伴时，毫不犹豫地伸出手。爱的极致，不是占有，而是给彼此刚刚好的自由，让两个灵魂都能在爱里舒展，而不是被爱困住。爱是克制与珍惜，而不是过度索取与压迫。许多人在爱里迷失，因为他们总是害怕失去，总是想要更多，想要对方时刻证明他的爱，想要对方放弃一切来成全自己，想要对方将所有的情感与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身上。他们以为这是爱，但这种爱就像水满则溢，或旺则稀。太过猛烈的爱，最终往往会让人透不过气，最后选择逃离。真正长久的爱，不是紧握不放，而是懂得松开手指，让对方拥有自己的节奏与空间。在这样的距离里，爱情才能像空气一样自然存在，而不是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。爱是刚刚好的分寸感，我们的爱情到这里就可以了，我不要它溢出来。杨绛的这句话充满了爱的智慧。爱不是越多越好，爱情的美妙正在于它的刚刚好。就像喝茶，茶太浓会苦涩，太淡则无味，只有恰到好处的浓度，才能让人细细品味其中的甘醇。爱情也是如此，太过浓烈的爱会让人窒息，太过冷淡的爱则让人失落。只有掌握刚刚好的温度，才能让两个人都感到安心与愉悦。那种刚刚好的爱，不是刻意控制，而是发自内心的平衡，是在爱的关系中找到最舒服的位置，不会让对方感到压力，也不会让自己感到委屈。爱不是极端的付出，也不是无止境的索取，而是两个人共同找到最适合彼此的节奏。有些人以为爱情就是无条件的为对方付出，为对方牺牲，甚至放弃自我，只为了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爱意。可是这样的爱久了会让自己变得疲惫，也会让对方觉得压力太大。真正的爱是两个人都能够在关系里感受到幸福与满足，而不是一方委曲求全，另一方习以为常。如果一个人的爱已经让自己感到痛苦，那么这样的爱已经偏离了最初的美好。爱是懂得适可而止，而不是用爱的名义去绑架对方。许多人在爱情里总是害怕对方离开，于是变得患得患失，变得控制欲极强，变得不允许对方有自己的空间。他们把爱你当作控制的理由，当作对方必须服从的借口。可是这样的爱并不是爱，而是自私。真正的爱是尊重，是让对方可以做自己，而不是因为爱你就必须放弃自己的一切。爱是刚刚好，不是让人觉得窒息，也不是让人觉得冷漠，而是让人感受到温暖与自由的平衡。爱是能够一起成长，而不是让彼此变得更小。好的爱情应该让两个人都变成更好的人，而不是让其中一方为了爱而牺牲自我。如果一段感情让你失去了自我，让你变得不像自己，那么这样的爱并不是刚刚好，而是一种过度的消耗。真正的爱是让彼此在这段关系中变得更好，是在相互扶持的过程中找到更成熟的自己，而不是让对方为了你，或是让自己为了对方变得卑微或痛苦。爱不是需要时刻的激情，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。许多人误以为爱情必须要充满激情与火花，必须要时时刻刻充满惊喜与浪漫，才算是真正的爱情。但其实真正的爱往往是在那些平凡的日常里悄然发生的，是一杯热茶，一句路上小心，一个默默拉好被子的动作，一个在对方疲惫时递上的拥抱。爱不是大张旗鼓的表达，而是潜藏在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里，是你习惯的为对方留一盏灯，是你在外面吃到好吃的东西时第一个想到对方。这些不起眼的小事才是爱情最珍贵的部分。爱是刚刚好，不是勉强自己去迎合对方，也不是期待对方来成全自己，
而是两个人都能在这段关系中感受到安心与快乐。真正的爱，不是轰轰烈烈后的满目疮痍，而是那种恰到好处的陪伴，是即使不说话，也能够感受到对方的存在，是即使不在身边，也知道彼此的心始终牵挂着对方。爱，不是占有，而是让对方因为你的存在而感到幸福，而不是因为你的爱而感到压力。最好的爱情，不是占据对方的一切，而是让彼此都拥有自己的世界，却依然愿意牵着手，一起走下去。爱，是刚刚好，不是过多，也不是过少，是能让彼此都感到温暖，却不会被爱困住。爱，是能够在对方需要的时候出现，也能够在对方需要空间的时候退后一步。爱，是细水长流，而不是燃烧殆尽。爱，是在刚刚好的距离里，拥有最长久的深情。